老师已经很认真了，再把这个柠檬丝呢先刨出来了哦。好，今天我们呢第一道呢要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是鲔鱼排哦。对。那平常我觉得鲔鱼我加点跟那种鲔鱼罐头，干不起老师？对啊。很少新鲜的。对，所以很难得可以吃到这个鲔鱼排新鲜的。对。好。因为尼斯呢，就是尼斯，法国的尼斯靠海，它有产鲔鱼，还有一些番茄啦、橄榄啦、橄榄油啦。所以说利用这些食材，而且我们台湾有的。就可以来做了。好，那首先我要切柠檬，它是那个算是叫做柠檬嘛，绿色的叫做莱姆。对，来，那这个我今天要它的肉。这个柠檬哦，这个黄色的啊，它的比较不会像那个绿色的柠檬那么酸，它的香气比较够，而且我觉得它的长相啊，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，颜色呢也是很漂亮，所以我平常我也很喜欢买这个黄色的这个皮的柠檬，对，不管是当做摆饰啦哈，或者是来当成柠檬水来喝啊，我都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买这个颜色的柠檬，它香气够，不然像绿色的柠檬只有酸。虽然是乡村菜啊，但是呢，细节的部分还是非常的重视哦。所以老师在取这个柠檬肉的时候呢，它的里面的那些膜的部分呢，都是不要的哦。对，没有错。好，这个那今天把它切成小丁。再来番茄，一样，我们这个蒂头要去掉就对了，籽不要。然后也要去皮，对，去皮。好，我们这个肉呢，我们把它切成丁。放这边。那这个等一下我把材料会全部加在一起哦，因为它是一个酱汁，是一个冷的酱汁。好，我来切橄榄，黑橄榄。好，再来是干葱。好，干葱我一样是把它切，不要切那么碎了。老师叫干葱，其实我们镜头上看的，可能观众朋友会说，这怎么会是干葱呢？其实它另外一个就是叫做红葱头。对，红葱头。其实我取用的是台湾的红葱头，那国外叫做干葱。对，因为它比较大，它比较圆，对，也比较圆，对，也比较没有那么香啊。所以用那个我在国外要做那个绿豆椪或者什么要炸那个油葱酥啊，用那个来炸油葱酥，我说真的做起来都不香，应该是没有味道，没什么香味。他们国外是比较好看，尤其是大蒜，它也很大。他们什么东西都种得很大。对。好，再来取一些香菜。其实香菜在国外他们也有用。好，我们把它切成碎，这样就好了。把它放进来。好，最主要虾夷葱，虾夷葱小小的，这个叫虾夷葱。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住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家前院后院哦。哇，时不时都冒出很多这个虾夷葱啊！那我不知道那是虾夷葱，我都以为它是野草啊。然后我很怕吃了会中毒，所以我就不敢。结果有一次，那个原本的那个卖我房子那个屋主来啊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四周围种了很多那个虾夷葱。”我心想说，好像都被我给它除掉了，因为我觉得它是野草啊。结果是虾夷葱，是虾夷葱。台湾比较种不出来，因为它美国的气候啊，没有像台湾一到季节它自己就长出来了，像那个韭菜一样。好，我们都把它放在一起。那再来呢，我把那个柠檬，对，柠檬我会把它放在一起。好，我们把它拌均匀。盐，放少许的盐进来，它还是要调味哦。胡椒。
我们先把酱汁做出来，再来煎那个鲔鱼。好，因为我们今天鲔鱼不是鲔鱼酱哦，是现煎的新鲜的这个鲔鱼。那我们的酱料是冷的，所以通常会把酱料先做好了，在那边等热腾腾的这个鲔鱼出炉的时候，就直接淋上这个酱料了，然后就可以盛盘了哦。好，我们把它拌均匀。刚才我是加了橄榄油、盐、胡椒、橄榄油。柠檬呢，它的酸气呢是在于刚才我切的那个柠檬。要拌很久吗？稍微拌一下就好。那我来拌好了。OK， 好，那再来，我来切鲔鱼。因为今天开胃菜开胃菜的定义就是一小小块而已。反正法式料理啦，都是盘子很大，然后呢 ，main course 很小。就煎这样而已啊。对，就一小块。还真的非常法式，老师赶快煎吧。好，那剩的可以来做鲔鱼酥吗？可以啊，那个先调味，鲔鱼先调味，盐、胡椒。好，还是要用一点油。好，放一点油进来。好，我们把鲔鱼放进来。鲔鱼有新鲜的，我就会煎半熟。因为今天是鲔鱼是现流的鲔鱼。哦，等于可以好像做沙西米那种的，就可以吃，就是说不用那么熟了。对，没有错。煎鱼的时候不要先给它翻动，让它静置一下。稍安勿躁哦。好。因为这一道是开胃菜，所以说只切那么一点点而已。不是老师小气哦，不是，是因为它是开胃菜哦。好了，差不多好了，很快。好，放旁边。我们把那个刚刚调好的酱料，对，这个呢，我们刚才有刨的那个柠檬丝，放进来一些。上面放一点。好，上面放一点，这是食用花，可以吃的花。好，我现在摆的这是酸蘑叶，它配海鲜是很好的。远远看跟它台湾的红莧菜，对，红苋菜，只是它长得很可爱，很迷你哦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一道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第一道哦。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颜色都把它对，很珍贵的感觉哦。所以说摆盘真的也很重要。对，其实你吃东西就是要有味觉、视觉，你就要看你摆出来的东西，你摆的不好看，你光视觉你就不会影响到你的食欲了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呢，再请林老师来分享呢这么道地的这个乡村菜啊。对，老师谢谢您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